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6月4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彩礼。彩礼的话题咱们聊过很多回，但是今天我们在当前的经济背景下，在什么 K 型经济之下，再看一看彩礼，它会对我们的经济发展形成一个什么样的冲击，怎么样互相影响。也就是说，彩礼它不光是一个民俗的问题，实际上它也影响了经济，互相影响。今天财新网它有一篇报道，标题叫河北农村高额彩礼代际转移，部分家庭因婚负债沉重。这个封面是一个图片，这个图片是一个墙壁上刷了一个口号，这个在农村常见的那种标语，叫天价彩礼不可取，简朴婚礼更甜蜜，显得于当下简直是格格不入，有点高级黑色幽默的意思。这个印在墙上的标语来自于河北张家口张北县农村，离北京还不远。财新网这么说的，他说高额农村彩礼正成为农村中老年人沉重负担。来自河北邯郸农村的张霞今年50多岁，5月末他接了一些零活，从早上6点就跟着工头的车到邻近的大名县给人摘蒜，在地里埋头干到晚上6、7点，一天挣100多块，手脚都撩泡了，就这么热，在地里抽蒜苔扒蒜。他说手脚都起泡了还得干，他必须想法子打工挣钱，因为得为今年20岁的儿子结婚做准备。张霞告诉财新，当地结婚一定要彩礼，凑不上的人就结不成了。按照当地风俗，男女双方定亲需要8.8万元，结婚还要再出18.8万元，就是定亲8万8，结婚18万8，另外还要3金，就是项链、耳环、手镯，那现在金价又涨了是吧？这玩意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一钻钻石，一台苹果手机。我想如果大家经常刷抖音、刷社交媒体，都能看到这些。很多地方相亲，3金1钻1苹果，3金1钻1手机。这跟那20年前或者30年前不一样了。30年前好像结婚叫什么，也有彩礼。30年前那个叫什么几响1钻，不是1响，3钻大概就是缝纫机、自行车，还有一个钻什么钻，响音响加一个录音机。这是30年前结婚这个叫基本配置。现在已经变了，3金1钻一台苹果手机。我在想，为啥是苹果手机呢？为什么不是华为或者小米？一定要苹果手机吗？这是几个意思呢？房子车子当然是标配，刚才说的那些东西，房子车子是标配，是前提，是吧？最好是县城有房，老小区或者没有电梯的都不行。那房子还有要求，这是那种改善型的，老破小那可不行，那个步梯爬到6楼7楼的那可不行。据安居客数据，邯郸县城商品房均价6500到7500每平米，一套90平住房总价50万到70万，粗略估算，加上彩礼、购车、婚宴等支出，当地农村家庭男青年结婚成本80万到120万，这个简直是天文数字啊！结个婚要80万到120万。由于当地结婚年龄较早，结婚成本主要由男方父母承担。当然了，我们这个时候也就是它不能是简单的叫彩礼了，这玩意儿纯粹是年轻人一结婚之后，他什么都配齐了，房子车子把什么东西都配齐了，那剩下你就是拿工资就行了，养活自己就行了。这个已经不是简单的彩礼了，是吧？也它的范畴更广。你想啊，上一代为下代人结婚就要花120万，这120万并不是说把它消费掉，而是一种投入。张霞回忆，他说10年前当地彩礼差不多也得7、8万10来万，但这几年嗖嗖上涨，就具体的彩礼也涨了10来万，主要是消费涨了，钱不顶钱用。农村结婚彩礼快速上涨并非特例。据南开大学经济学院讲师蔡文熙、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张丹丹研究显示，中国彩礼在2006年前后开始急剧飙升，到2010年已翻了1番以上。二人2025年6月初在针对线上个体发起的一项调查显示，
来自289个县的3914名受访者提供的平均彩礼金额12.73万。这就是一共是将近300个县3900人抽样调查，得出一个平均的是12.7万，也差不多。我估计这是彩礼。刚才说的120万是指你一个儿子要结婚，你要花这么多钱。那个蔡英文什么意思呢？他说性别失衡后的后遗症，他认为这些地方还是男孩多女孩少。与詹霞一同摘蒜的农民基本来自同一个县，县彩礼是令许多村民都感到头疼的话题。现在彩礼太高了，媳妇娶不起。65岁的郑祥之表示，当地结婚彩礼最低都要18万8，高的22万、24万都说不定，还要5金，这回就是5金了，项链、耳环、手镯、耳坠、戒指，房子、车子另算。郑祥之回忆，4、5年前彩礼通常还是16.6万，就这几年涨了这么多。他认为主要原因是缺女孩，闺女丢了，小子留着。现在闺女少，小子多，小子寻不上媳妇，只要有闺女寻，要多少给多少。郑祥之说河北省曾是全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例偏高的省份之一。出生人口性别比反映的是新出生的男婴数量与女婴数量比例关系。假设女婴就是100，女的这个就是100，以100为标准。那么男的是107，那就是107，它是女的按100算，男的这个男孩除女孩数量。这个系数在没有人为干扰的情况下，男女数值比率比较稳定，一般在103到107之间。那么超出这一范围，则说明性别比偏高或偏低。蔡英文他说，自80年代开始，河北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一直呈不断上升趋势，特别是2孩以及以上的性别比远远高于正常值。2010年第6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全省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4.88，那这个就偏高了，那就多出14个男孩啊。本来这玩意儿1比1的，对不对？结果你男孩就多出14个、15个，分别比5普、4普、3普高出1.45、3.15和6.7个百分点。此外，在城镇化进程中，河北农村女性通过上学、务工等途径大量流向省会城市以及京津冀等经济发达地区，导致本地适婚女性持续减少，进一步加剧了农村男性的婚姻竞争。本来那地方男女比例就有点失衡了，而女孩流向了大城市，那不就加剧了这个男女比例失衡吗？七普数据显示，河北省农村30岁以下的适龄人口性别比高于城镇，城镇是20到24岁年龄组性别比是104.11， 25到29岁年龄组性别比是100.72，这都属于正常哈。而乡村20到24岁年龄组性别比为116.5， 25到29岁年龄组性别比为111。也就是说，你河北农村男的找媳妇困难，那这个也是自己种下的因。重男轻女，你非要生男孩吗？大家都生男孩，男孩比例男女比例失调，你现在就要为这个买单。当然这个原因之一咱们也要说清楚。你看他这个第7次人口普查得出结论，就是农村的20到24岁年龄性别比是116.5。郑祥之的外孙今年23岁，年初刚刚结婚，女方本来要彩礼24万，郑祥之的女儿觉得贵，请媒人说情，这才少了2万，但另外还要5金和手机。另一位同村村民也称，家里侄子结婚不算车房，光订婚结婚就花45万，也就车子房子不算，如果车子房子算，那又是100多万呗。在一些地区，男方准备彩礼，女方则会准备嫁妆。财新在福建北部山区县城调查时了解到，当地彩礼最低是18万8，一般是26万6、28万8，甚至更高。但当地女方家庭会为女儿提供丰厚的嫁妆，并且陪嫁比彩礼稍高一点，也就是你给28万8的彩礼，人家赔30万，因为希望女儿嫁过去被好好对待。武汉大学社会学博士
刘烈今年在邯郸走访时了解到，当地不讲究嫁妆，但近2年女方父母也需要配一辆15到20万元的婚车作为嫁妆。那你想，当地的这个彩礼才18万，人家赔一辆15万到20万的车，那相当于女方家里也出钱嘛。财经网说，高彩礼改变了什么？河北省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当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319元，这意味着仅18.8万元彩礼一项支出，至少需要2名农村老人同时工作4年，不吃不喝才能攒下。前述蔡文熙、张丹丹的研究则显示，在不考虑住房等额外费用的情况下，一名青年农民工平均需要约6年时间来积累彩礼金额。当地结婚普遍较早，对暂时拿不出足够彩礼金的家庭而言，举债往往难以避免，也就是为了孩子结婚，就是借钱，10个有9个都要背债。张霞说，邓祥之也表示，因为彩礼，农村家庭88%都要背债，要是对方要求买房，贷款也得付个首付，总共加起来至少也得有50-60万的窟窿。即便如此，农村家庭还是会竭尽全力为儿娶妻，只要有人寻，2个孩子愿意，你借钱也得给孩子娶，错过了就难再找了。郑祥之说，会不会因为彩礼高就不结婚？郑祥之当即给出否定答案，你因为现在彩礼高不花钱，越往后彩礼越高，你还结不结？是往后彩礼更高，你这花的钱更多。由农村父母承担的彩礼最后如何支配呢？这个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彩礼这18万8、28万8，那钱到底干啥去了？这个要说到河北农村张霞，他说当地大部分有女方留在小家庭，也就是彩礼给那个女方的，女方拿着彩礼实际上就新成立的小家庭里用，带到娘家去的少，也就是把这个彩礼给他父母的很少。郑祥之表示，如果娘家条件好，彩礼一般就留给闺女自己带走，也就是给多少的彩礼，也就是河北农村18万8的彩礼是给那个女孩带到新家去了。第一个，第二个，那女方父母还得赔15到20万的车，也就是我告诉你，也就是父母嫁女儿也得掏钱，但不仅得不到钱，他还要掏钱。当然了，也有例外什么呢？你看，当然如果女方有兄弟，那么彩礼会作为兄弟娶妻的资金补充，这个就有点像转移支付了。新娘家有个弟弟要结婚，那弟弟彩礼也得要28万或者18万，那新娘家没钱，嫁女儿要掏钱，下面儿子娶媳妇又要掏钱，那怎么办？那就把彩礼恐怕就扣下了，给儿子娶媳妇用。但是你嫁女儿还得掏钱，女儿的车你还得送，也就是还得掏钱。说白了，不管是男方父母还是女方父母，一样的都不轻松。但是我说的是个别情况，那种这女方父母把钱扣下来，自己抽烟喝酒捏脚，这个也有，对吧？但那种少。高额彩礼还潜移默化影响当地农民的婚育观念。有人向财经抱怨，现在生孩子都要姑娘了，如果生了儿子，挣一辈子钱还不够，彩礼太贵了，慢慢的结婚都少了，以后都成女儿国了。一位村民说，我的理解就是生女儿你就顶多就不用买房，对吧？你嫁女儿也得掏钱一样的，你只不过是我女儿她不用买房了，你生儿子你得负责买房，那这房50万80万的那就不好说了。2020年第7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河北0到3岁低龄组人口男女性别比例已下降至108，你看这就正常了吗？这就是高额彩礼或者男孩的负担重，通过彩礼负担把这个扭转过来了。103到107就是属正常的，没有人为干涉。现在已经到了108了，就说明很多人不再盲目的要追求生儿子了，觉得生女儿也挺好，少点负担。那这不就是自我调节，不需要你政策出什么政策，这就是靠高彩礼高负担来调节，这就是市场调节啊。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态势明显得到改善，但按孩次来看，3孩以上性别比例仍远远高于正常值。那当然了，好多人生3个孩子，他目的不就是想生个儿子吗？所以这种那这肯定前面是俩都是女儿，第3个才是儿子，那他们一家性别比就已经
偏了，对不对？生3个孩子，2个女儿1个儿子，这不性别已经偏了吗？家中若有适婚男青年迟迟未婚，父母往往会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那当然了，这就觉得愧对孩子。你把孩子生下来，看着孩子天天长大，娶不了媳妇，那肯定着急啊，自我压力就大了。王丽今年50多岁，家里有一个30多岁的儿子和一个20多岁的女儿。他说，当地年轻人普遍20出头就结婚了，可自家2个孩子至今都没成家，夫妻俩只能干着急，孩子们根本听不进去。不过王丽也解释，这时代没法说，结婚的没离婚的多，一花那些彩礼钱，要是又过不成，孩子心里都有压力了。如今儿子已离家7、8年，远在青海西宁送外卖，30岁了，在西宁送外卖都不回来。河北经贸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河北省城乡融合发展协调创新中心副教授王静等人在河北沧州农村调研时发现，在高额彩礼压力下，农村男青年采取了退缩型、对抗型、延迟型、替代型4种典型不婚路径，而经济负担、家庭面子、村庄舆论以及性别规训共同强化了农村男青年不婚倾向。这问题就在这儿。我们今天聊的不是聊彩礼，其实彩礼我们以前聊过很多回。彩礼这玩意它是社会风俗形成的，只有一种，就是那种女方父母要钱，完了自己花天酒地，自己去拿这个钱转移支付，或者拿着钱去填自己的窟窿，或者是捏脚，或者吃喝，或者为儿子付彩礼，那当然是受到鄙视啊，这个大家都会瞧不上。只有这一种，其他的其实无所谓，无非你就换个看法。你比如说结婚什么3金、手机，你这些东西，那黄金那玩意儿本身，那不很多人就要理财是吧？还买黄金保值，你现在只不过是提前买了一些而已，对吧？那玩意儿也不是吃掉了，是放在这个，不也挺好的吗？它是个财产，无所谓是吧？它并没有消失。手机也是，你结婚买个苹果手机，你不买手机，手机是现在年轻人，你可以不要电视机，可以不要任何东西，手机是必备，手机是现在人最密切、最重要的一个工具。买手机完全可以理解，是吧？所以说，关于结婚的花费，我认为除了那个吃喝，比如说婚礼铺张浪费，非要抽什么烟，非要喝什么样的酒，一桌100、1500、2000、3000，这种铺张浪费，我觉得这个没必要，应该大家抵制，或者大家这种就浪费掉了。其他的花费，比如你买车买房了，那是消费，那么男方家庭要掏100万，你就相当于这个小两口他就有房有车，还有黄金，手机也有了，那就剩跑外卖了，对不对？跑外卖1个月挣3000、5000的，2个人日子就过下去了。你实际上本来是2个小年轻，他们要营造的一个窝，他们要花钱去努力攒钱买房，结果变成转移支付，由上一代人来完成，不就这么个事吗？所以我们把这个看开一点，不要纠结在彩礼上面，更不要纠结在男女对立什么。我说了，除了里面金钱的浪费除外，其他的我觉得都是合理的。你看看这彩礼一高，人口比例它就正常了，要不然那农村孩子追求生儿子啊，实际上就是把下一代要背的包袱转移到上一代了，让父母掏钱。你们背债，你们把自己10年8年的积蓄拿出来之后，你还要背债，你去买个房子、买车子、付彩礼等等，办婚宴，把儿子这个小家给他建设好。本来这个应该是儿子来解决的，儿子和这个媳妇2个人共同努力，就这么个事啊。为什么说跟经济影响相关的？现在是恶性循环，这个是我们要讨论的。首先第一个，因为现在人口在流动，它跟30年前不一样。改革开放之前人口不流动，农村的女孩就得嫁给农村的男孩，你往哪儿嫁？城乡之间是有鸿沟的，嫁不了，基本上。所以说这样，你在30-40年前人口不流动的时候，好像结婚很容易，没那么难，那是1对1的。而现在你看，人口本身男女比例就失衡。这第二个，人口流动，农村的女孩人家到县城，人家至少是找城的，县城的女孩找地区地级市的，甚至省会城市的，人家去1线城市北上广。也就是说，女孩是往上走，这不就错配了吗？农村男的他没有适合的配对的，农村男的跑到县城找县城的女的，
那估计够呛，挺难的，也不是说没有，有也不太容易。所以农村的男的更容易剩下。同理，你这么一看，一线城市的女的很容易剩下。为什么？因为一线城市的女的，她在往上，她要么就出国了。也就是说，比如北京的男的，或者上海的男的，他找上海的本地女的，或者北京的女的都很难，因为女孩不一定能看得上他。说上海这种普通家庭的男孩，家里也一般，北京、上海那女孩看不上。但是北京、上海这些男的，他跑到合肥是不是啊？或者跑到下面石家庄找个女朋友，那很容易，不是说很容易，那就至少的方便得多。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说，农村的男的剩了，一线城市的女的剩了，两头都剩。你想想，这是第一个。所以说，这农村的男的就加剧他的配对难，找女朋友难，结婚难。那么越难，他的彩礼就越高，那竞争越激烈，内卷嘛。也就是说，要求你这个男的更优秀啊。你这男的自己不行，那你家里行，你家里把车子房子都买好了，对不对？女儿去就享福就行了，男的就送外卖，女的就在家带孩子，这多好！金银首饰都有了，苹果手机也有了，你出门还可以开车，没有外债。完了，这个债是公公婆婆背着的，你男朋友、老公就送外卖就行了嘛，开网约车或者送外卖，反正一个月挣3、5千的，这日子能过。这样人家女的才愿意嫁给你，你把彩礼给高一点，你才有在这个婚姻市场才有竞争力嘛，这不就是内卷吗？所以说这是一个情况。那么这种情况会导致什么？导致第一个，上一代就老年人就惨了，这也是对他们的一个惩罚。但是我说的惩罚打个引号，什么惩罚？在过去这30年改革开放是吧，突飞猛进的时候，你没有赚钱，完了这个你把孩子还生在农村，那这你就是还债来了，没有办法，你是还债，不是还债吗？孩子也没考上大学，还在农村，你也没把他培养这让他进城，让他去深漂是吧？深漂你就自己找去了，或者沪漂是吧？孩子还在农村，完了你自己也在农村，这恰恰说明人没有容易走的路。你当年选择在农村待着，现在老了还得去抽蒜苔，为孩子准备这100万，都不轻松啊！如果当年在厂里打工是吧，拧螺丝，玩命的拧完之后把孩子培养了，孩子上个大学，让他自己折腾去。那你也不用这个担心孩子结婚的事，这是孩子自己的事情。所以说我个人认为，就是这个你看，这就是农村的父母没办法，你得横竖你得挨一刀。年轻的时候没吃苦，那老了还得吃苦。如果你这下一代，比如你的儿子再把孩子生在农村，那好，你的儿子以后也得挨这一刀。这第二个说明什么？第二个说明年轻人越这样他越害怕。年轻人一发现结婚18万8、28万8，彩礼越来越贵，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就放弃了。不光是农村的放弃，人家弃婚，人家不谈了，对不对？所以你看现在结婚的人越来越少，一个是彩礼，第二个是大家发现这样下去没有个头，也带不来什么幸福。有的时候结婚2、3年、3、5年的不好，花了100万或者是几十万，最后家破人亡的也有。在这些负面新闻下，很多人他就不愿意结婚了。年轻人想明白了，结啥婚？所以你看婚姻是不是就越来越少？这还没说生孩子，结婚的已经少了。现在越来越多人他不结婚，他就想明白了。在农村他有个不好的地方，舆论，就这家孩子30岁了还没结婚，人家就开始嚼石头根子，舆论对他们家不利。但是现在人家也想明白了，你爱说不说的，家家都一样，你们家不也是吗？但你看看身边人结婚都难的时候，就大家都明白了。所以30岁不结婚没结的，大家也能理解。所以舆论也会越来越轻。所以我就说什么意思呢？未来这结婚的人会越来越少，结婚的人越来越少，那么生孩子的更少，是不是？你想想，是不是这个经济它是个恶性循环？人口现在断崖式下跌，我们只能认为你现在彩礼越多，这个孩子结婚负担越大就会造成结婚的越少，越少未来生孩子越少，人口更加断崖式下跌。你刺激都没用，你怎么刺激啊？你要从结婚这儿开始刺激，根儿是结婚难，你从结婚这儿刺激你怎么刺激啊？对，你结婚就少了，你已经结婚的人，你再去刺激让他生3胎，他也生1胎的困难，生3胎养不起，所以说这个只会导致经济进一步下滑，这就是恶性循环。经济越下滑，这些农村的男的越赚不到钱，他越结不了婚，彩礼越付不起。经济越下滑，女方越希望有安全感，那这他更需要男方家里你的房子车子得配齐，要不然我嫁给你我吃苦是吗？我在家里面啥都不用干，在家里是大宝贝，跑到你们家去刷盘子洗碗的，带孩子，
有病是吧？年轻人他不都这么想吗？所以那你就更要求你男方，你得给他足够的安全感，足够的安全感就是钱，所以他彩礼就要的更多，彩礼不就给女方的安全感吗？你给50万，这是女方拿着，她觉得有了这么多钱垫底，有房子有车，这日子过得不差，所以说他更要求男方啊，你等你父母掏钱，那父母就更难是吧？所以说这不就是恶性循环吗？经济越不好，大家越希望有更足够的安全感，要更多的钱，这个男的父母就更加玩命攒钱，他就干活，他不敢花钱，一天赚100，恨不得1分钱不花，全攒下来。你看，那这就是经济低迷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消费不畅，大家不花钱。所以这一期我们不是说彩礼的不合理，不是从彩礼的形成机制，彩礼是不是要取缔这个，我们不是从这个角度说，这个东西因为约定成俗，它有没有违法，政府还没法干预。什么时候彩礼会越来越少或者不提了，那就这个社会高度发达，就像欧洲北欧那样的，是个福利社会。你越是福利社会，越是社会保障越完善，那对彩礼的这种保障它就要求就低了。我自己有国家管，那我就不在乎你这个什么彩礼，是不是这个逻辑啊？所以说如果政府真的要说从彩礼入手，把这彩礼去掉，不是刷口号，不是去教育人家，不是在墙上刷那些标语，那没有用。政府能做的就是提高社会保障福利待遇，你让那些农村的那老头老太太一个月500、800的发着，那农村的这些男的女的他就无所谓了，他觉得反正有国家管，我不用担心，那彩礼必然就会受到抑制。所以说彩礼说白了就是女方的甚至男方小孩他的一种变相的一种安全感。有的是男方2个男孩的，那更是了，那涉及到家产分配，你不要在别人要，那你不就吃亏了吗？所以说作为女方的家长，他就觉得我是帮你们要，对不对？要他100万，这个涉及到家产分配，先要到手的那才是钱，等到以后再分，那扯不清了，是不是？所以说这里面比较复杂。所以我发现，如果要让彩礼降下去，让年轻人结婚容易，那么你政府就得承担起政府的责任，你就得要把这个社会保障要完善起来。反过来说，城市里面这个彩礼就现象就小得多，对不对？你越是一线城市，你北上广这些地方，那彩礼好像没听说过有彩礼，但是结婚也不容易，因为结婚你就要买房，是不是啊？当然了，如果愿意租房也行。你买房，那你这在北上广一线城市，你买套房，双方父母差不多也就搜刮干净了，什么彩礼不彩礼的都无所谓，反正房有了。所以说你一线城市聊彩礼的少，经济发达地方也一样，经济发达地方聊彩礼的也少。刚才已经说了，福建你要给彩礼，人家女方还给陪嫁，给的更多，这些体现的都是一种保障。说白了，如果你要换个角度来看，这就是个保障，都希望给孩子一个保障。所以说结婚这个事情，彩礼这个事情，归根结底还是社会制度，你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不完善，在经济下行的时候，那彩礼矛盾就会越来越突出，越突出年轻人就结婚，越不结婚经济越差，那到时候彩礼现象更严重，恶性循环。所以要想扭转这个局面，那就得政府的勒紧裤带，政府要过紧日子，政府不能再大撒把到处花钱，到处投资，无效投资，把那些钱用在提高社会福利、社会保障上面，这样降低年轻人对这种彩礼的这种安全感、这种需求，只有这个办法。但是啊，这一切很难。你要让既得利益者说让出点利益，那是不可能的。既得利益者让不了利益，那所以这个恶性循环只会越来越加剧，也就是肉眼可见的未来5年，这个彩礼还会涨，结婚还会更困难，结婚的人会更少，那生孩子的就更少。所以说未来经济会好还是更差，大家自己应该有个判断，从彩礼这儿就能看出来。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